未来会安怎我唔知影，我敢若知影，我一定爱向过去迄个家己讲再见。林志明，庆婚无伫咧。你妈妈唔是你想的安尼，去甲看一下啦。啊，毋过你即摆若无要去，以后等你知影发生啥物代志，你真正会足痛苦的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敢真正去介意着林志明？嗯，你是来嫌我破咧了？咱敢会使先做朋友啦吼？你是安怎要骗我？因为无想要造成我的负担嘛，是毋敢甲我讲事实。我袂原谅你。若是我的母幸会当换伊的幸福，你就算算去啊。结果咧，较头老实实的，我来跟我斗。每礼拜日暗时8点，公司台语台，若是一个人。